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今仔日5月12，國際護理師節。那麼講到咱的護病法，拄仔才三讀通過，穿衫改衫，袂使褪衫學鋪排，敢是參參舞落去，好的結果就會自動來。但是穩穩啊的步驟，敢是袂負起？到底護理人員愛安怎才會倒轉來？今仔日4位專家當事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馬錫清。台灣新眼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護理專聯會副理事長馬錫清。那麼第二位是新光病院的副院長洪子仁。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台大病院急診部主治醫師趙富元。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在英國劍橋大學病院急診內科醫生葉定如。主持人好，大家朋友大家好。咱繼續來關心，今仔是國際護理師節。那麼立法院拄仔通過了3版護病法納入的醫療法。衛生福利部部長趙忠良昨下表示，若煩惱政策會跳票，下一屆佮投票和賴總統就好啊。早起民眾黨就開了記者會來批評部長，替護理師的權益來拼選舉。部長趙忠良咱嘛強調，政策要有計劃，一步一步來，一定會在賴總統的任內來實施。賴總統上新的講法是講，會提早在明年的5月20號來分階段來實施。為了改善護理職場的環境，立法院三讀通過，把3版護病法納入醫療法。不一個衛福部宣布有2檔的緩衝期，2028年5月7日才會正式起稿，讓護理界真不滿。民主黨團12召開記者會批評講，衛福部長趙忠良若欺騙基層護理，閣人水火講跳票到2028才閣到賴總統，把護理師的權益當作是選舉的牌子啊！施忠良部長那時候成為詐騙集團的首腦，要我們護理人員被騙一次，還要再被騙第2次。也拿時代力量、基進黨等等足儕議員參選人，嘛到立法院群賢樓頭前召開記者會，呼籲衛福部停止用言前的戰術佇咧拖，強調3版護病法若是勞資的議題，佫較是醫療安全。當一個護理師愛詳細照顧真濟病人。病房的變化，若要發現問題，會延前，開藥啊，甲處置的風險嘛會增加。受影響的是所有的病人甲家屬。衛福部長趙忠良就表示，3版護病法起稿無跳票的問題，不過政策必須要有計劃，一步一步豆豆來。3版護病法實施哈，我們會按照我剛剛提到，一定會在任期內去完成上路哈，這個不會有跳票的問題。政府的重大的政策都有其延續性，所以我們會在3版護病法入法之後，行政院、衛福部跟所有的醫師團體、醫護團體，我們在研究如何讓未來的配套能夠更為完整。趙忠良指出，3版護病法若是單一的政策，佫較是整體改革的一部分。若要避免病院大規模的關床，會影響民眾看病的權益，而且佫強調，賴總統就任以來是投入醫療資源上濟一任總統，包括健保總額、甲健保點值調升等等。未來會繼續推出護理人力12項改革計劃，包括人才培訓、改善工課環境等等，希望會當為制度改善護理人力長期流失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如果你呢還佫無接觸這個新聞，我小講一下吼。本隊，這個3版的這個護病法吼，應該是照法律來講是117年的5月1號要來實施。這差不多背了慶記才背了2-3天，今仔這個總統就隨著講，提早到明年吼116年吼。明年5月20號就開始實施啦。我看馬虎算作會讓接受啦吼。
真多謝今仔日總統來阮國際護理師節，宣布到這個消息。實際上來講，就是互阮護理師祝賀的一個護理師節的禮物。感謝咱總統。這本隊吼，這中間你感覺有啥物美感？有一個講法就是講，哎呦，這要實施吼，他有通一步就到位。對啦，照道理來想，不管什麼代志，總是無迄個一步到位的嘛吼。那麼會當來提早實施，這中啊這個鋪排。真濟細節攏愛安排呢，吼。是。頭一個就是講，我要先請到馬虎。這5000人的缺口，敢有通去補起來？是。多謝主持人這個真好的問題吼，大家人攏咧懷疑這個問題，就是講，哇，欠5000個人呢。哇，你5月1號咧。這個5000人啊，那這個明年的5月1號，到底迄個數字會為缺口5000來到偌濟？我來甲大家報告哈，其實哈應該安尼講，咱台灣這個護病比哈，3班護病比這個代誌已經拍拼11檔啊，真正到咱入法安尼11檔。這個問題呢，其實甲大家報告，過去的缺口更較大啦。佇咱這個總統以及咱衛生福利部這個12項政策來投資到咱護理，確實真正有看到效果。這2檔已經看到缺口。已經咧縮小啊，已經咧縮小，而且呢，咱的縮小的比例，這2檔足明顯，已經轉來佇咱的這個醫療現場。雖然這個數字詳細來看，還閣有咧小可煩惱，就是講，該先去長條迄邊的一寡人，但是不管安怎，其實咱徛佇民眾的健康來講，長條嘛是真需要醫護人員啊，嘛是真需要護理師來照顧。我相信長條伊到一個。差不多水位，伊嘛是愛擱留等下咱的，就是愛等下咱的醫療團，咱的急性的醫療這個機構啦，哈。在處咱也有咱台基金部的主任，嘛有咱台灣醫學這個醫療管理學會咱的洪理事長。其實其醫療界我攏感覺足用心，嘛是真正介聰明的一群人啦。咱台灣人真正韌性足懸。攏會想出方法來，所以今仔總統咧講的時陣，伊講分階段，阮嘛支持，阮嘛感覺講，這幾檔安尼落來，其實缺口看得少啊，我相信即馬護病比落來，大家知影講，我會當顧到偌濟，我心安落來，佮加上你像了隔壁這咱洪副院長，因先講好，這加薪加到阮攏足欣賞的咧，像安尼工課互有固定的量、合理的量，薪水佮加入來。團體大家一心攏當有一個原則，咱就是希望病人艱苦住院的時陣，伊的照顧是一個合理的負擔。咱病醫從原來是佇醫護人員護理師願意轉來了後，一直攏往上開出來安尼啦，所以愛創造着病人贏。醫護人員工作量嘛愛贏，佮再來呢病醫絕對袂當好倒，因為病醫若倒嘛無醫護人員啊，嘛無病人啊，所以這足重要，阮就是希望3贏啦。這後手還佫其他的問題，我再慢慢來請教吼。是。先要請教了洪副吼，其實咱這個護理人力政策吼，整備12項策略，這內面吼真濟美感，但有的護理人員呢感覺講，你獎勵金吼，應該直接獎勵阮啦。你唔通獎勵去甲其他的所在，親像迄擺，迄個 COVID-19 咁樣獎勵甲其他的人，敢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乃至到講，其實我個詳細來看，有的獎勵唔是咧獎勵這個值班的人員哦，有的獎勵甲其他的這個制度甲認證。洪副院長徛在管理的面上，你安怎來看這個整備政策？ OK， 我想吼，這就是講咱2年前吼，咱這個疫情了後吼，迄個護理師離開咱這個醫療的現場，咱看到這規個醫界環境愈來愈歹吼。所以2年前開始吼，就是講包括咱政府在內吼，因這個衛福部有這個12項的護理師的這個準備的計劃，所以投入275億嘛吼。當然啦，這錢是遠遠是無夠嘛，因為你知影，你護理師就是人數上多一個族群嘛吼，但是咱不可諱言，就是講這2年來，咱看到頭拄仔馬虎講的，就是講政府甲阮的這個點子提懸吼，醫療的支出嘛增加，所以病醫照例講吼，你就是講咱來
有這個能力，咱就是愛甲咱加薪。啊，加薪唔是干那這個護理師，咱全病院的醫師人員，阮攏愛甲伊加薪，吼，這是最重要的代誌啦，吼。啊，當然你頭仔講的這個伊這個津貼的部分吼，因為伊津貼是吼大夜班甲小夜班有一個上大夜班有一個津貼，小夜班一個津貼。啊，病院本來嘛有份津貼，啊，病院這攏無減去，啊，政府佫加咧，所以薪水是往上去堆疊吼。啊，而且就是講這錢有到護理師身上，我想馬虎嘛最清楚，就是講這病院攏袂走險的，啥講？因為你要甲政府報告呢，洪子仁你上幾個班，你上啊這個馬虎你上幾個班，攏去你。一個班偌濟錢，這攏寫甲清清楚楚，這病院無上下其手的空間啦。啊，當然，我敢坦白講，咱踮遮我嘛愛澄清一下，有個人看到講，是啊講有分到啥35塊、幾十塊，迄個物件吼，我想馬虎這等下你佫較清楚，就是講，因為伊迄錢撥到病院了後吼，伊是分配吼這大夜班、小夜班了後，伊佫有一寡會使統籌分配款項，啊，有的護理部伊就去互一寡。上迄個啥，即個拜六值班，還是拜六禮拜來的人，一點仔津貼互伊嘛。啊，但人數足多，啊錢一點點啊，分落去35塊錢啊。啊，這是有事實，但是吼，這是就是一個誤解，就是講，敢若講啊，這是病院摕去，我甲恁報告吼，即馬即個社會，你問馬虎知影，病院絕對無即個空間啦。迄吼上迄個喙吼，靠北護理師都甲你告甲死啊，無可能有這種代誌啦吼。但是我今日要講的就是講，今日總統吼有這個宣布了，我感覺真好啦。就是講咱過去這段時間吼，不管醫界、醫護界吼，大家攏是好姐妹、好兄弟哦。啊，為了這個代誌咧討論，啊，我感覺迄攏無要緊。吼，啊，咱討論了後，即馬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就是講這個結果就是講已經決定落去。啊，決定落去，咱就是愛好好甲遵守。所以我感覺對阮醫界來講，就是講明年我會推測啦，吼，我嘛甲記者講，明年若520開始，一定是醫學中心的新開始，因為醫學中心即馬看起來吼，差不多高雄會使達到即馬這個月平均的護病比的標準。事實上，啊，較無法度達成的，就是咱較細間的病院，還是偏鄉的病院，伊的達成率較低嘛。所以講這種事實，啊，所以講我感覺即馬賴總統安尼做法是一個務實的做法，就是講。啊，你這吼，你醫學中心你是醫界這龍頭啊，你愛率先擺出來，你愛吼，你愛做一個模範生吼，你的這個區域甲社區醫院看嘛。我感覺是還好啦，因為我甲大家講，因為這決定落去啊，因為這是法律，法律就是醫學中心每一間攏愛遵守。但是我嘛要甲馬虎講吼，就是甲你報告講，我不但要遵守，而且愛在一個前提下遵守，就是講護病比愛達到這個標準之外，你病床袂使關哦。就是講明年520開始，成功病院像阮即馬，對，阮即馬像阮成功病院2年前吼是關93層啦，2年前迄當陣上嚴重嘛，關到93層。啊，這2年薪水起來了後，去年9月阮就全部攏補滿啦，護士攏來啊嘛，因為你薪水起來了後，自然就有人來甲你申請，啊，阮就是達到迄個標準，所以明年520。吼，實施落去，對星光醫院來講，對所有醫學中心，我嘛甲因院長講，咱就是講，不但愛遵守國家的法律，所有護理師達到這個護病比的這個要求以外，咱的病床袂使講哦，因為我要達到這個標準，所以我規床袂使，這是袂使。為什麼？咱病院有一個叫社會的責任嘛。這病院就是一個50年、100年的機構呢。這病院就是你做一個互信用的一個互信任的一個場域，對不對？你袂使講你無達到違反這個法律啊，所以我嘛要甲大家講一個觀念，有人講啊，反正罰錢對恁病院來講嘛是杯水車薪，我要甲大家講，罰錢對病院足嚴重的，不是錢會多甲少呢。你問馬虎就知，迄罰錢就表示你管理有問題呢。患者嘛對你挑戰講，哦啊，你這間病院來互罰錢吼，你這一定內部有足多的問題。所以罰錢這個代誌在病院是袂使發生的代誌，不是講錢多甲少。所以我唔知講，既然總統已經宣布啊吼。阮所有醫界，即個所有的即醫學中心的院長來講，副院長，大家攏有一個共識，就是講明年實施落去，護病比一定要遵守，吼！而且阮嘛歡迎即個衛福部有即個監測機制，有上網的平台，啊嘛歡迎即護理師工會來查，吼！你要有一個動態，互你來了解嘛，吼！來查來看，啊達到即個標準來保障咱護理師的工作的權利以外，嘛愛。維持咱民眾住院的權利，啊無吼，你即擺若因為實施這，啊即擺急診閣擁塞，患者住袂入來，那嘛是怪咱醫界講啊，恁攏亂七八糟，吼，為着要達到這啊，恁就關床，這個代志袂使做，吼，所以我踮咧遮嘛呼籲咱所有的病院，一旦入法開始實施了後，咱一定要遵守這個法律，
不但要搭進發流，而且咱病床袂使進一步去關床，這是袂使做的。就我頭仔就甲就醫師咧講，就講，那有誒病醫吼，毋那是像，就毋是像這紅婦恁安尼講，我就是袂關床呢。有誒就想講，無啦規氣來關床啦，關床較規氣。我吼100床，我每一床才賺3塊。啊，我若50床，我一床會當賺5塊，我何必來開到100床？就恁大概嘛是無這種情形嘛，吼。但是基層的病院呢，像頭仔紅有講，可能這個基層的還是地區型的，這個病院有可能這種情形。因為我看即馬逐間病院攏有某一種程度的開床啦，吼，但是數目多較少啦，這是事實。所以我看難免講，迄落去，因為這數字就佇遐啦，吼。但是要維持一個高品質的醫療，吼，我是較講，你一定得愛人愛清教，這是上基本要求嘛，吼。你一個人若講工課做甲做袂了，安尼這個對病人無一個保障，吼，所以這是愛注意。啊，但是我是感覺這第一就是講醫療是一個團隊，吼，毋是干那醫師爾，嘛毋是干那護理師，吼，這其實咱講較歹勢。藥師、檢驗師，啊，迄個影像，整個團隊啦，規個其實這大眾攏咧欠人，吼，大家若要評鑑好，大家頭聽甲，淡仔直直咧找啦，吼，就是講這是，啊，這是複雜的系統，所以講這要處理，都要真小心來調整啦，吼，啊，因為對阮來講吼，急診阮是上驚，因為或者我當急診30幾天啦，吼，啊。對健保開始吼，一個制度變化，第一個就衝擊的就是急診吼，但是大概隔日就隨看到啊，吼，所以講因為急診規個佔規個門診的大概頭3%、4%人啦，是真少的量，但是迄攏是上重要的，吼，是一世人看幾啊百間的門診。但是急診可能1、2道就特別結束啊，哦，所以講迄個是上要緊的部分，哦，所以講我是講這是真重要了吼。啊，我是因為護理師我會看，我是講講20-30天來，因為我本身咧做品質管理，創啥做安全，我是觀察護理師的工課吼。但一部分是錢的問題，吼，這政府原來已經補助。真濟啊！最近我真有咧改善啊！我看大家病院攏嘛上破頭，想講要提高薪水，但是我感覺另外一個就是講，這工作環境毋是干那錢爾。或者我是講人和人誒互動尊重，這是真要緊吼。這你錢較濟互我，但是你逐日給我罵甲干那狗仔咧，我嘛袂爽。哦，這是講。留袂掉，吼，這是一個第一，就是講，我是講人跟和人的關係。第二是作業流程的部分，以前攏是用手寫的，所以護理師大部分的時陣，淡仔咧注射，淡仔咧打點滴，吼，因為護理主要工課佇遐，即馬主要咧拍電腦，吼，啊寫表單，啊，這有影，吼，啊，所以講我淡仔觀察，我是講啊。一日你的工課大部分的時陣是毋是咧治療病人，根本咧處理電腦。我是講，所以足濟人伊對護理伊愛，所以伊來做這個工課。但是伊即擺工課，或者流程足複雜的。我是講，無把用心咧佇這個部分，所以講伊的流程足複雜的。啊，對阮來講啊。隨講咧，烏道開咧，就等路因。啊，你毋知講，伊就係十幾條單來寫。答答的代志。啊，這已經即擺有電腦啊，人工智慧創啥啊，大家攏無甲即個部分咧用佇即部分。哦，大家咧研究迄個外太空，甲是講新科技的發展。啊，但是這個一個醫療團隊即個部分，我是講即個雖然講毋是錢，但是對讓護理師會當留擔即個。工作我是講真要緊。就醫師講到這吼，小等來請教咱紅婦吼，咱病院內面複雜的流程要安怎用 AI 吼來做一下改進。即擺先來這線頂吼，咱請這個葉醫師吼，葉醫師你好，葉醫師你有聽到無？有，無問題。我給你請教吼，你家己在英國吼，你是在 England 還是 Scotland 還是在 Ireland？英國劍橋。
佇劍橋吼。那麼你家己所觀察的，在你所在這個地區，你的劍橋大學，恁的這個護病比差不多是偌濟？上濟是一個護理師照顧6個病人，啊，佮配一個 HCA， 就是輔助來去做全責護理。哦，1比6、1比7啦，吼。1比6。好，1比6吼。啊，若是暗時咧？暗時嘛是1比6，但是因會休困，所以因咧休困的時陣，小可的時間伊會做到1比8，或者1比10攏有可能。啊，閣有你愛考慮到迄個寒人的時陣，因為迄是寒帶國家、溫帶國家，所以伊的病人大部分是集中佇咧寒人的時陣，跑去這個醫院。哦，所以迄個會較少。葉醫師，我應該直接落來問講，因的護理人員因的薪水，吼，比起醫生的差距，唔知要安怎問，互觀眾有一個概念啦，吼。比如講因的業績，還是講你來去，你像你佇基金部嘛，吼，你基金部即個護理人員，差不多薪水攏偌濟？啊，要安怎來甲？比例差不多3倍，1/3。甲醫師比差不多1/3。對，差不多1/2到1/3，差不多1/3是差不多的。我就資深的差不多是1/3，對。哦，資深的差不多1/3。對。啊，這2.5倍，對。啊，那麼在台灣，你嘛當在台灣來服務過嘛，吼？對。啊，這個差距是較大，在台灣是差距是較大，對。啊，因的工作內容呢？因的工作內容。工作內容，英國的部分是全責護理，所以其實是包山包海，伊啥物代志攏愛照顧，所以你飼病人啊，甲為病人洗身軀啊，其實這部分大部分是這 HCA 輔助咧負責，但是護理師嘛做足儕遮個工課。啊，這看到這個圖，其實我家己的判病去住院的經驗，我去年有去因為身體有出一個狀況，啊，就去住院。所以你看我的 journey， 其實咧護理師甲我完全攏做過甲足好的。我醒來，其實做的代志干那點菜啊爾。啊 ，everything is included，and 閣這個其實英國的病人無需要去開錢去請看護，嘛無需要那個家人去甲伊照顧。其實這攏是無需要的，因為病醫伊會照顧這個病人所有的需求。葉醫師，你安尼兩邊觀察起來吼，你感覺因的護理人員愛落來，我講較粗吼，講較白來，把屎把尿吼，啊捏這捏迄吼，啊而且愛照顧安尼，啊伊摕來的薪水，啊甲咱台灣的這個護理人員比起來，你感覺倒一種較合理？對因本身來講，唔是對病人哦。其實因真正是足辛苦的，我相信護理人員不管是佇個倒一個國家，攏足辛苦的一個族群。所以因為工作內容課的都是足儕這個熱忱，啊，甲工作環境其實嘛足重要的。因為英國的環境其實真正是袂歹，大家攏是咧幫忙彼此，啊無啥物這個地位的差別，所以大家攏是一個團隊，啊大家攏是為病人好。這個部分英國是做啊，較是真正袂歹，啊，閣有。的時陣是英國對一寡移民甲一寡高技術人員，其實是較有這個吸引力，所以咱會使找到這個世界上好的這個護理師，攏走來英國來甲阮鬥相共，這是其實是這個英國的好的 advantage 優勢。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講護理人員有不少是外籍人士去擔任。超過一半，吼。所以咱我家己的觀察，其實我上好的護理師其實是印度來的，甲菲律賓籍的，其實因是上讚的。啊，咱會當顛倒邊來講，就是講本地的英國人無願意要做這項工作。其實是無夠，人是無夠，因為
aging society 高齡化社會，其實人是一直在缺，所以這個缺口就是愛互這外國來給伊補起來。哦，愛外國來補起來，所以你講有贊成講，這小等問馬虎吼，看你意見。你講有贊成講台灣來引進外籍的這個護理人員，但是愛高品質哦，愛經過考試哦，愛創啥安尼，你講有贊成？其實我感覺這是絕對的需要，啊，應該是從這個輔佐開始，啊，各有去台灣的留學生在族群是真正最重要的，愛甲好的人才留起來，其實這是未來的這個趨勢。哦，所以你也有贊成講啊，有制度有補助性的來引進來充實咱即馬已經欠缺的這人口，因為到明年還佫欠5000個呢。這5000個。對啊，阮的環境嘛，會弄啊較 attractive， 互人會想要來，會互好的人會想要來，阮嘛愛有這個配套，互好的人會使留起來。好，葉醫師，你小在線頂小等下，我先請馬虎來做一下回應吼。第一，他說葉醫師有講應該要慢慢引進講護照啦。還是好添啦，啊來幫贊啦，外籍的那優秀的，會當互伊考護理人員，你敢有贊成？真多謝吼，葉醫師講的這個英國的情形啊，其實阮攏有去考察過啦吼。那伊所講的這個部分吼，咱先為薪水來講，伊頭拄仔講出一個心聲，伊看到吼，就是薪水差不多是咱因佇英國差不多以後的薪水差了1/3，佇台灣啦，差不多是1/6到1/7啦。1/6到1/7，這有哪有調查過？吼，啊，工課的部分當然，吼，頭拄仔伊嘛有講到，伊迄是無家屬，吼，伊是無家屬，所以啥物貨攏，吼，愛是包山包海，包山包海啊，像你頭拄仔主持人所講的吼，飼飯啦，吼，現在洗身軀啦，甚至講一句咱頭拄仔講的洗洗溜溜，落洗溜溜這吼。所以咧，即馬即個情形，其實阮護理界嘛有即個覺醒，嘛有即個想法，就是講，其實咱知影台灣吼，可能哦，今年哦，搞不好生無到10萬。搞不好生無到10萬，人就是愈來愈少，病人就是愈來愈老，就是愈來愈嚴重，吼，會當來佇厝來佇遐病院內底甲到幫雜的遮，真正愛靠醫護人員啦吼。所以到底要甲即個輔助吼，就是咱的護理的幫忙的遮的吼，遮人骹長吼，是毋是愛引進？這衛生福利部有問過嘛？前陣仔有咧討論即個問題，吼，衛生福利部講啊，是毋是來引進吼外籍的？吼啊，當然啦，有一寡條件啦，咱進前來節目有講過嘛，吼，伊的語言啦，咱已經來咱台灣也佇長條內底，也是即個已經佇厝內底照顧咱的即個長輩，幾冬了後，6冬後我記迄陣安尼講，吼，啊個伊的語言愛較偌濟，吼，會程度，啊會當轉入急性，吼，急性的機構內底來幫贊護理師，伊頭都有講到，伊雖然是一人顧6個，但是伊有一人攏配一個。護理助理呢來甲鬥3工嘛吼，啊其實這咱會當來思考，這件代志講真呢，吼我感覺是應該來思考的。即你講吼，像英國安尼，伊的一半的護士吼，攏是國外來的吼。咱台灣佇這個部分啦，我講一句白，台灣的護士吼，攏總即馬領有執照的32萬人哦。啊，其實佇佫濟咧咯。32萬人吼，啊真正有咧做的。但是未見登來做。對，32萬，即馬有幾萬，頭6成2啦，6成2啦，頭19萬外，較加一點。所以講白，頭拄仔你咧主持人咧問講，哦，這5000個缺口，我個人吼是持樂觀的態度。哦。即馬就像頭拄仔講的吼，護病比，吼啊，即馬的工課量。吼，啊，若閣有輔助能力啊，國家即馬有迄個12項準備計劃內底有一項，就是住院的時陣有即個照護員啊，吼，照護員作為國家甲出750嘛，愛家屬上濟吼1050塊，吼，這來鬥幫助，真正無共款啦。所以我感覺講吼，台灣的環境，若會當互咱即馬已經領有執照的，願意轉來，這5000個缺口吼，毋是問題，毋是問題，真正毋是問題。吼，啊，頭拄仔主持人咧問的講吼，即個補償入來，即個是安有一個35塊。我非常贊成洪副所講的吼，洪理事長所講的，即個部分哦，講白，頭拄仔講的夜班的即個大夜班600塊啦，小夜班400塊，這是直接政府指定吼伊個人的哦，這完全無法度走險的，這是若走險物去檢舉，攏是愛食法律的，食官司的。但是會有啥物這30幾塊啦，70幾塊啦。迄就是3班護病比
教完了，國家有互你一筆錢。達標獎。嘿，達標獎勵金啦，甲你獎勵，啊獎勵了，伊無規定愛安怎發啊，伊當講愛發互護理師。吼，啊，當要安怎發，啊，所以就變成逐個病院內底，注意啦，家己去想嘛，啊，因此逐個會想足濟方法，假日的啦，啊，去死也無領到的啦，吼，對無？啊，單位較負擔較重的迄啦，甲補，所以毋才會補到這不得不切，有一個30幾塊，逐個佇遐笑講，這若是侮辱無，你嘛侮辱一個20屆，吼，就是安尼講。啊，不過我講白，真誒，我感覺吼，佇咱台灣吼，醫護，我感覺攏是憑着良心，要甲病人顧好，要甲員工照顧好。35塊，伊嘛知影本來去用嘛，啊，但是袂當無法啊，啊，人就是遮濟錢，就是遮少，對啊，你袂當講這個怪病院講無良心，先哪花咱的錢，對無？是，我轉來甲葉醫師哦，葉醫師，即馬吼有一個問題要甲你請教，你認為在英國你家己的感受，醫生甲護理人員的即個文化吼，甲咱台灣即醫生甲護理師的文化。你感覺上大的無共款是啥物？是較平等，還是講其實因咧考即個護理人員時，其實考物件較嚴格，啊要求較濟，所以因的職業的 self-esteem 較強，所以對着醫生來講，醫生也較無安尼馬大化水，是安尼嗎？還是我的理解是錯誤的？其實品質攏同款就好誒，台灣的品質甲英國的品質攏就好誒。但是這 working culture 當然是小可咧無共，因為英國其實醫生甲藥師啊，甲其他的醫護人員，這地位其實是差不多誒。因為阮常常咧開這 MDT meeting， 每一個早時阮咧開這 MDT meeting， 阮就是醫生講了，啊個護理師講，啊個有這個 PTOT 講，啊個有藥師甲阮建議，個阮要安怎開藥才會較安全。所以雖然是負責的人攏是醫生，這無毋對，因為出啥物情形，真正愛負責的攏是醫生，所以伊有迄較地位是小可較懸，但是大部分的情形，阮的溝通甲這個 communication 其實攏是足平等的。哦，這是英國的工作文化啦，吼。那麼想要一個問題要甲你請教吼，我看到你寫咧，互阮在這 memo 頂頭有寫吼，你工作時間無超過每禮拜無超過48點鐘。這是一例一休。這敢有法度通達成在英國安尼？你敢若病護比敢若1比6啊，爾有通一禮拜48點鐘袂當超過。對，所以人足濟，這就是為什麼愛足濟外國來的護理師，因為伊愛輪班，伊愛互人有會使休困，所以伊呢休困加假其實是較濟足濟對。啊，因為是安尼的需要，你都需要的外國來甲你鬥雜工，因為本不在地這個 training 出來的護理師其實是無夠啊。哦，所以可能這護理師可能是1倍半至2倍的這個人數，才有通達成這個空間嘛。對，這個缺口是足大的。因為因安尼講，每一年這個護理師都會使請假1個月嘛。啊，這跟台灣就差足多。就這差真多了咯。來，安醫師，咱台灣敢有可能達成這種境界？這世界各國的這個制度是無共，因為英國伊的制度伊是國家型的保險，所以公益制度伊的品質甲服務攏真好。但是你唔通袂記吼，你若咧英國吼，你若要開一個子宮治療，你可能要等半年哦。你要照一個電光片，你可能要等3個月。吼，啊無你若袂等嘛無要緊，你家己買保險去私人的病院。所以因這個英國的有英國的問題，台灣有台灣的問題。咱台灣的嘛毋是講問題，咱台灣就是服務上好嘛，看病足方便嘛，啊住院袂使等傷久嘛，做一個檢查今日要做，你上好明仔載就要甲我做。所以這個過程中間一定是咱醫護人員是上大的這個被 squeeze 的人嘛，一定是安尼，這大家攏知嘛。所以講，為什麼咱感覺咱台灣的醫護人員的這薪水無夠迄個水準的原因，就是講伊這高工時、高壓力啊，甲高風險的一個狀況之下，啊，伊領到這個錢，頭拄啊馬虎講了無毋對。其實我心內中我目標的這個護理師的吼，這個提薪吼，上無甲醫生吼，大概是5倍是頭一個目標，看有法度達成5倍，就是超過6萬的起薪啦。
這是一個。怎看啊？即馬差不多是5萬吧，所以咱佫差這1萬塊的這個差距啦吼。啊，我感覺這咱病院吼，啊，甲政府吼，想講我嘛是會不斷的甲因呼籲吼，大家愛共同來努力，往這個目標來達成啦吼，我達成啦吼。啊，所以講我是感覺講這個問題來講，就是講伊即馬這個咱這個入法了後吼，就是講。明年吼，咱520就是一個關鍵。這個關鍵就是講，那醫學中心要新做的時陣，我感覺醫學中心即擺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講你愛做好這個北區域甲這個社區的病院，互伊了解，就是安那，互因做互因看，啊，你用較嚴格的標準來檢視無問題，啊，咱咧做好標準，安尼大家就會感覺講，哦，咱這個入法了後，護理師的權益得到保障。啊，患者安全嘛得到保障，啊，你要住院嘛袂受到影響，安尼我相信咱全國的人民對來支持這個政策啦，吼，所以前2天我有提出一個呼籲講，會使互阮一個緩衝期的原因嘛是咧遮啦，因為我嘛足擔心講，你即馬馬上切落去了後，咱知影3成未達成，3成未達成，有一寡佫是偏鄉的病院，啊，這偏鄉的病院我是感覺講，我嘛愛替因講幾句話話，因為偏鄉的病院，伊本來就是咧爭取這個護理人員內面，伊是上末端的人啦。但是種薪水攏共款的時陣，對啦，像伊薪水若攏共款，伊嘛袂想要去偏鄉嘛。伊想講我咧都市共款啊5萬幾，伊嘛是要想要在都市嘛。所以你偏鄉的這個護理師的這個啥，迄個薪資可能愛擱比咱都市愛較懸的。啊，這較懸愛向的責任，這個咱政府愛甲補貼，燈塔型醫院點子愛甲補充，啊是互伊遐吼偏鄉護理師的特別的津貼，這攏愛去思考嘛。因為我即馬是上擔心講入法了後。大間病院即馬本來就是攏 OK， 較吼平均上會使達成，但是你迄個社區病院若無法度達成的時陣，咱遐個民眾實在是吼伊個權益都無得到保障。對，這就是咱在 ESG 內面講，這城市甲偏鄉的健康不平等的擴大啦吼。所以這點我呼籲吼，咱這個衛福部啊，對這個偏鄉病院的合併比啦開始實施了後，遐個規層無愛小去關心一下啦。這尤其基進步就是敢若親像。都市內面誒偏遠所在咯，會使安尼講嘛？對啊對啊，其實是攏足悲慘的人，誒病人攏佇遐，對啊。啊，大部分所以講，其實是我是講這是一個管理的問題啦。吼，就是講，咱看起來是病院是敢若鐵板一塊，啊，其實內底原來有分啦。啊，所以講，足儕病人伊會去用，但大家較無愛收。啊，無愛收伊就一直等急診，急診較無付病費嘛吼，所以講啊，就變做，所以講即個制度落去，急診大家在煩惱啦吼，所以講我是感覺講啊，但是急診嚴格上因為量真少，所以講若病院有來處理這其實伊無偌濟病人嘛，急診一日差不多伊大病院差不多50-60個住院爾，吼，所以講伊。專業來做規個叫規間病院來講是一部分爾，但是攏是上嚴重的一部分。就意思，你他講着講，即馬護理人員用真濟時間咧拍電腦咧起因咧創這，這以早的時陣是啥物人咧做這個工作，還是講自早就是大家一張紙安尼寫出的，安尼就丟就彈出去？對啦，這。因為我開始咧做醫師時陣，我嘛是用一支紙用紙咧寫，所以講足急的啊。啊，所以講啊，但是慢慢就變做阮都愛拍電腦，尾下就護理師阮愛拍電腦。所以咱頭殼咧講吼，其實護理師你認真甲看，3點半伊交班了後，伊其實愛擱做1-2點鐘，靠我倒班，家己記錄整理好。啊，我坐等下我講哇，啊你攏等下安尼，所以講咱頭殼咧講工時。其實伊是要過一段，啊，你若互伊講啊，我即擺工課做了，交班了，就轉去啊。這大家日子就好過，3點半還要再去逛街。啊，你用到6點，轉去連煮飯攏袂赴。吼，所以講我是講這個部分其實是應該大家愛用專心專力來解決。這就要請教咱管理專家呢。咱即擺有法度用 AI 還是用什麼方式來簡化這個流程？哦，應該是安尼講吼，即馬咱即個全台灣所有病院攏咧做這 smart hospital 吼，智慧型的病院，所以大家即馬嘛是開真濟即個資源在處理即塊啦吼。我相信每一間病院攏安尼，就是講咱要安怎去簡化咱即個護理師因的即個流程也好，
就是文書的這個時間吼，啊，互一鍵字生成 AI 的摘要來幫助因設定這個時間。但我感覺這啊，佫有一個空間，會使佫做佫較好啦吼。因為我感覺理想的護理師吼，唔是干那這個護病比率化的問題，就是講咱嘛愛關心因的這個工時吼，加班的狀況吼，這嘛是咧護病比，嘿，就是講伊的加班的這個時數吼 over 的狀況，咱愛去甲關心，這攏是配套以後吼，我想因馬虎因一定來關心這個代志的一步啊一步做啦吼。總是講愈來愈進步的國家吼，在對咱這個勞哦，踮咧遮做護理師的人，係勞動條件，總是愛咱在家己提懸咱家己的標準啦。所以我毋知，其實我常常嘛甲護理師講，啊，我有些踹話講，即個吼醫療基礎愛增加吼，你嘛愛大家小甲參寫一下吼，就請政府吼，請政府真正吼，你看嘛，這過去2年吼，伊在提懸伊的即個預算了後，咱真正看到迄個吼，迄個成果出來。我必須講吼，這過去2年啦，毋是講國家的這個健保的預算增加，阮新光病院實在是無能力甲這護士加這1萬塊呢。我這是老實話，啊，只是講加分問題，阮有影攏提出來是安尼嘛吼。啊，有人嘛甲我講，伊進前護士工會人嘛講，啊，副院長毋是每一間病院攏甲恁這幾間啦，有影啦，有一寡病院是做了真好，但是嘛有一寡吼，迄個家裡來，迄個資源佫無夠啦。啊，我感覺這就是講無夠的病院，咱嘛愛用一個什麼方法咯，小甲因苦勸一下啦吼，大家愛做陣來做吼，安尼護理師才會感覺講，袂講啊，這間病院有，迄間無安尼嘛吼。這我感覺咱來努力嘅。這就講到講吼，馬虎，恁有一條講吼，要設立到諮詢委員會。那麼即馬護理團體甲部分立委的版本有出入。那麼後來無通過設立到諮詢委員會，那麼有諮詢委員會，甲無諮詢委員會，就是講你討論制度要來實施，有恁甲無恁的差別，上嘛知啊，因為這恁有關的權益，但是甲恁有關的權益，啊恁無參加，安尼恁的想法，恁的看法是啥物？是，多謝主持人吼，這屆第3班護病比吼，5月8號立法院吼，哦。3黨就是戰這個問題啦，吼啊，其實甲大家報告吼，真正確實吼，阮這個有關的這個諮詢委員會吼，阮迄陣啊含邱慧露立委，阮專聯會吼，阮的專業團體吼，閣有工會遐吼，玉鳳遐，阮大家吼講出來的共識啦，愛1/2啦，愛1/2，但是因感覺講，我愛1/2都攏恁講就好啊，吼，都攏恁講啊，所以大家攏佇這個部分吼。不上不下，哈啊，所以講袂落來了，講好，啊若無法度到1/2，無即個客條，啊，我感覺咱的總統就有智慧，伊今仔日講啊，伊講咱刷落來人力的即個檢討，毋是單護士哦，伊講的就是醫護人員，吼，因為就像拄啊，咱2位來賓所講的啊，即嘛毋是單欠護士呢，藥師、營養師、復健。吼，檢驗，攏聊聊啊，有咧小可。你看趙醫師自頭到尾毋捌笑過。吼啊，所以大家愛來做伙想辦法。所以即屆有講，吼，咱雖然佇法條無寫着諮詢委員會，但是有講未來呢，咱的主管機關也就是咱衛生福利部，伊必須愛哈，甲大家找來，大家找來哈，愛做伙來討論着咱醫術人員到底要哪來優化。所以伊會成立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內底總統今仔有講。哈，有講就講好啊，因為護理人員哈，確實是佇醫療界內底，咱知影佔佔頭4成5，甚至要到5成。哈，伊講護理師佇內底，哈所佔的比例，袂當減低於1/3，啊，就是講上無愛1/3起跳啦。好，這是這個部分，所以當然是一定要有落因未來的改善的部分，伊講到2點哦，要調整，一定要病人的權利，勞工的權利2項攏要兼顧，所以感覺咱。還是再次講，台灣的醫療人員，包括管理，攏是足有智慧，嘛真自卑，攏來想講要安怎來解決這個問題，互咱的患者看會到病院床開會開，拍會開，急診唔通踢，吼，急診唔通踢。啊，咱趙主任咧講的吼，醫護人員吼，這個拍電腦這個代志吼。伊講的足有道理啊，古早伊做的，你毋知醫生做的，送咧做，攏阮咧做呢。啊，而且伊有啊，就聊聊笑笑，佮看幾工。哦，趙醫師這個 A 落去寫，大概攏是啥呢？好，迄時啊足無安全，所以資訊化本來就應該。即馬資訊化已經來到個智慧化，好像我佇基美病院咧食頭路，哈，阮的護士吼，我甲你報告哦，這你攏會當去調查，阮逐個月護理長會議，阮攏愛報告，護士下班哈規定。
因為勞保規定30分鐘內底，你若無離開，愛離開，愛離開，無離開，無離開，你愛加班啦吼。加班嘛袂當講像過去啊，暗來早起哦，15分鐘以下你吸收15分鐘，你想補你30分鐘，暗來早起無1分鐘攏愛甲算啊到，這勞基法規定的，吼，做1分鐘攏會當報加班。再來咧，你智慧談多咱洪理事長所講的，智慧化了，阮的這個足濟 AI 吼串流入來了，伊生一個阮那個記錄吼，古早吼人工寫，阮有測過哦。足有經驗的一個愛寫5分鐘，你即馬電腦吼 AI 落去了，伊甲你為你本來要的這個表單生成了，你檢查。你要檢查。好，我跟你講，唔免甲2分鐘一個記錄攏完成。所以談多講的，我非常贊成趙主任所講的哦。醫護人員的時間上無愛起來做啥？上無愛起來做記錄。上無愛起來做記錄，上愛起來甲病人顧好。對。但是法律頂懸，你無這個文件嘛袂使，所以咱必須也是愛做這個記錄，但是互伊智慧做。互伊簡單做，互伊會當安尼，攏會當關情顧哦，甲病人顧好，袂去食官司，吼，啊再來記錄，大家攏看有，攏會當溝通。記錄嘛是阮團體吼溝通一個足重要的代誌。是安尼。這個要問英國的經驗啊，葉醫師，恁有用真濟時間咧寫報告無？無。啊，連護理人員嘛是嗎？護理人員嘛是真正無講開足濟時間咧寫記錄，啊，阮電腦的系統嘛是足讚的，阮是開足濟錢買美國的這 Epic system， 這 system 是世界上讚的 system， 所以阮嘛有 Epic AI， 嘛是開足濟錢咧做，伊會使自動生成足濟物件的，啊，甲有手機嘛就智慧化的，所以我會使佇咧厝的都去補我的醫療記錄啊，我去補我的 order， 然後對啊，就我每一工轉來攏咧厝內攏會使看我病人的記錄，啊，我要開啥物藥啊，要補啥物物件攏足方便的。哦，因為我看你互阮的資料，你嘛有透過這個電腦視訊，咧甲病人咧看診問診，啊，而且你佫講，你若是出差。你若是出去外地去遊山玩水，啊若萬不離個當地有欠醫生，恁佫會使去到當地去做醫師去幫襯，這是安怎一回事？對，阮這系統叫做 locum bank staff， 啊，這種系統就是講英國其實醫護人員無講限定佇咧倒一個病院，其實伊就即點以後。全英國攏會使執業，所以大部分的人會有閒的時陣會轉去以前的病院去遐鬥3工。像今仔日我休假，那我下晡如果有一個缺出來講，需要一個醫生鬥3工6點鐘，我就會使轉去病院，家己鬥3工6點鐘，啊，這個錢是真正是較袂。這個 rate 是較好的，就是較這 hourly pay 其實是比一般的錢佫較濟，差不多1.25倍左右，啊，開始一個好的機會去賺一寡西客。哦，這嘛是一種制度。啊，那你講的是醫師哦，啊，那護理人員敢有？攏同款，所有的醫療人員喺 NHS 攏同款，攏有這種 bank staff 的 system， 所以伊是甲物件就是打散，然後隨時可以回去幫忙這樣子。哦，好，葉醫師你在線頂稍等，我即擺來請教洪醫師洪副吼。是。那像這種較 flexible， 咱才叫像大總統去甲火車頂頭共醫，啊去甲倒位共看。是。這個咱台灣敢有可能來實施？哦，無啦，即擺吼，因為這資訊化。行到今日這個程度，就當剛剛葉醫師講，咱即擺台灣的醫生嘛是攏在厝的，你就會使看病歷啥，攏會使遠端去做嘛吼。啊，即擺嘛有迄個 telemedicine 吼，遠距的這個 consultation， 還是看病歷，這台灣即擺攏是做會到的。嘿，這攏是無問題，即擺這進步了足緊的吼，所以即擺台灣這個醫療的環境比過去，我想嘛應該你真有迄個感受，就是講實在是進步真多啊。但是咱公司呢，雖然講咱的這個環境咧進步，但咱唔通忘記咱的
背後這人口的環境嘛咧變化，就講即馬囡仔愈生愈少，頭伊講的，人愈來愈少了，人工愈來愈貴嘛，對不對吼？所以你一定要用一寡吼自動化、機械化的方式來科技來幫助，啊無吼，即馬人愈來愈少，這是真正是一個真大的這個問題啦吼。所以我頭拄也是安尼講哦，伊若是會使互一寡外國的這個護理助理員入來吼，但是迄入來就是幫忙全責專職照顧者 total care 的這個病房，會使用這來幫忙，我感覺這無問題。但是我必須強調就是講，阮講要引進這絕對是甲護病比是無關係，但是這是兩項嘛，伊毋是護理師啦。另外我感覺咱台灣可能嘛無迄個條件講為外國像英國安尼找外國的護理師啦，因為咱畢竟咱台灣本國的護理師人口是有夠的嘛吼，所以對吧？所以你這真歹去說服種因這團體講我阮去外口請人吼，我想這是無問題，阮醫界嘛無這個想法，阮醫界的想法只是講幫迄個助理員會使為外國來幫忙，啊這但是嘛是限制在 total care 專職照顧者病房安尼，啊其實阮成功病院有這專職照顧者病房內面的護士甲我講，然後這助理員咧甲因到這個卡手吼，是有影因會較辛苦啦，吼，因為畢竟吼，即馬這個來照顧的攏是家己帶來外傭嘛，啊是講伊在病院請的這看護，啊這畢竟這毋是病院編制來的人，你嘛真歹甲伊教育嘛，啊你若講把這寡人變做是你病院甲做教育訓練、感控訓練的人，啊甲納入體制，啊互護士會使出嘴，啊因出手，安尼互相幫忙，這當然對環境的改善嘛是有幫助的啦。我要請馬虎來講一下吼，有護添甲無護添的差別，當然是較辛苦，但是這個精神上也是種分工上理想的這個分工是啥物？還是講伊就是做一寡較辛苦，但是甲醫療無關，還是講調一下這個點滴啦，啊創一下健康啊，這會當，啊這個分別在哪裡？是咱主持人咧講的這吼，護理幫站的這能力哈。我非常贊成譚拄仔咱這個洪理事長所講的哈，阮醫界是有共識的啦。台灣的護理人員是無欠，即馬欠的是因轉來，吼所以要互因轉來。譚拄仔咧講的，我感覺成功譚拄仔這個方法足好啊。阮前面病院嘛有做，因是甲算佇因體制內底，阮是外包，互兩間這個看護中心，因的品質攏誠好，真正就是這個全責的病房吼。這個幫站的人吼，一個人伊顧4個患者，4個，顧4個，甲阮鬥顧4個。哦。家屬來回客爾啦，來免費爾，伊無咧留佇遮顧的。吼，家屬一工較出1050塊。伊若即馬家己請一個看護吼，一工2800至3200哦。對啊，甚至有的體重較重的，有傳染病啥攏要家己加，吼。國家這個政策真正是有夠好。我感覺成功安尼方式嘛，較好，伊就是甲。請入來了後，變做派護單位，因一定會去評估吼，做專職的單位內底一定是迄種較老照顧的，情形較複雜的迄種的，迄種的護理師的壓力足大的。你甲囥這入去，我甲你保證，阮病院吼做佇這個綜合的外科和綜合內科吼的健保床，拄阮迄兩個樓層攏是健保床，規站攏做，規站攏做，迄個單位吼，迄兩個單位，阮迄兩個病房，護理師的離職率上低，滿意度上懸，滿意度上懸，家屬和患者，阮也攏做好，病人的異常率嘛足低哦。這是每一個人攏有當申請嗎？這來講吼，就是講病院內底吼，國家有這個衛生福利部內底有這個全責，叫做住院整合照護啦哈，單醫整合的這個計劃，病院愛提出申請，你有偌濟床要做？你的人力要為倒來，要請因做啥物代志？像主持人譚拄仔講的，要為做啥？以目前來講啦，你譚拄仔所講的調電梯啦、處理健康，這袂使，因為這也是個醫療的行為。但是你講飼飯到洗身軀，到三共。但是即馬目前為止，唔是每一個病人攏會當適應嘛，每一個去住院的人，無一定每一個人會當適應嘛。即馬對家己帶家己的。看護還是外傭來嘛？對啊。若是親像馬虎你講的，迄是啥物條件才會當用着講有補助安尼？因為這若阮有甲國家申請了，一定會定啥物條件，患者才會當收入來。所以佫毋是每一個人。伊愛評估，因為一個人顧4個，我毋知影成功是偌濟啦哈。你若一個人伊的這個愛照顧的工課傷濟，
啊，你變成講大家攏出共款的錢，1050，啊，伊做一堆，啊，伊攏無做，安尼人其他人嘛。這嘛是麻煩的。所以有一個評估的調。但我就隨着看到就醫主任遐，你基金部應該骹手愛使用上濟吧？有的啊，點樣愛點樣叫安尼？就是講急診，因為真困難用安尼，因為阮的主要是來去啦。所以急診的情形和病房都伊佫無共款，完全無共款。啊，恁上需要是啥物？上需要醫生。其實上需要是病人會當休息，伊莫擱住急診。安尼講。趕緊送去病房。當然啦。你有所在去就無代志，啊，若無所在去，啊，就當大代志，迄毋是人的問題。有人我都無所在，我嘛是無法度。對啦，急診毋是久留的所在。對啦，毋是久留。像新加坡，差不多8點鐘，伊都愛離開。規定都愛離開。哦，伊就一定愛離開。對。啊，所以講就變做講。我會記得差不多30年前，阮老母佇台急診室住4天。4天無算濟。4天無算濟。我剛要出院啊。